享有社区是一个拆迁安置社区，总共有8,700个人，191家人家，分享对我6户费吧。社区里位于健身设施、乐业活动中心、社区医务什么一应俱全。社区主任是一个30岁的姑娘，叫玲玲，道上村官，一心想为社区做点事体。偏偏拆迁安置社区实在难管理，问题一大堆，矛盾一连串，玲玲有点不睡着了。不过，初生女童不怕虎，既然来的，是一定要做出点成绩。所以新官上任3步后，今朝选在几个社区里问题比较严重的代表性人物开个会。那么以前侪是一个村浪的长辈，玲玲只不到每地，一个人当战后。表表，你好，黑爸爸，你说，今下午啊，你去说啊，想让你，今朝请大家帮忙之中来开个会，谁是想等到沟通一下你社区里的问题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工作。你看我刚刚抖音旁边个黑爸爸带眼不来着，搿黑爸爸昨日上年7半夜一条喉咙咳水咳哑脱着。玲玲，别讲这，有什么关？这个黑我来么随时让我群众往飞走完了啦。旁边个3条眼不来的，老袁，这个是他们是那不对哇？那盖房子一塌瓜子100多个平方，里向搞不盖个笼是12只小学生，还有一个半夜下班，有一个一早起来抢卫生个卫生项目，那是卫生不是呀？这个水房子啊，我5岁了那65呀，那是姑娘，我给你讲好过了，切！可是你要非鱼吃18年，只是自个，你做地啥了？你已经拿点皮头过了个单杠了，你明明晓得个单杠健身设施到高锻炼身体的，在头面铺皮头上身高的还已经低了浪子，好起来弄点皮头回到死炕里了。哟，得很了你哇！那个弄我皮头回来死炕里，我扔到门手里上5辆高士，12只小学生，你咋不样相信去？哎呦，可是神圣的是金龙家在搞，来，可是我带不进来不干。哎呦，根本我带进来破啊！跟哪家？你预备哪？你说，你哪？一打起来夸张。三弟啊，你屋里向没有阳台，上几辈要弄个皮头竖到外头单杠上去呢。哎呦，玲啊，我皮头竖了单杠了嘛，搿来叫没办法呀。我阳台那么种个大水的，写那个还有香葱、香菜、香饭个。我又不想进海部呢，可以来花圃里种菜。有海部一听他搞到我对上来着，哎呀，天起来个了，老谁呀？你反得侬老谁老师啊？侬那花圃里种植的香饭个，已经1副多了个2副的。哎呀，上周就他推他侬落着，呀，他怕是有3少。落着。海部啊，花圃里向呢也种花个呀，不能种菜个。非洲呢，鼻子呢，屋里像个室内地走啊！哎呀，玲啊，还不种植一辈子个地在，现在插天不地种，那么还不有个毛病的呢？那可惜这个来年那白要补的嘛是冷冷的。那今天那肌肉会长你要开会嘛，还不得还有桩事情要慢慢来了。啥个事情？你都嘛，这个豆妹，那出口的羊不扎鸡，你还晓得？玲我也不晓得个了。这个不扎鸡是豆妹个新官宝贝，起名不息，其中吕洞宾到后世古代已经上台个这个，压力杀鸡3个压力个命不老的。哎呀，这豆妹不扎鸡，弄的菜说的一天是个，那我分来欣赏你多了。老玲啊，你是社区主任，你回来过年，是过很多年。不扎鸡养得飞飞的，大家才看了眼睛里。我娘养不扎鸡已经到过年子，我全国的无数次立志当耳边风，趁着我的脾气，你不杀我来杀。可但是我娘爸妈谁也犯心脏病的呀，是真是讲我大吃不杀，所以不能搭理硬上。其实我娘养鸡了，但不是那个本事，养你杀鸡有条件的。谁是让我在地相亲新对象结婚收拾了你弄不扎鸡当杀水给泡用上给，那现在还在矛盾统统带成不扎鸡，不过不爱还等我今朝就预备而来。对，你都大好讲的谁没有道理，我娘养鸡是理不对，
我是社区的人，理是应该带头支持我的工作。玲玲，非要这个弄得像真的这个，你们张张眼闭张眼，啥群众养鸡种菜，谁不是啥大事体？你社区主任人的工资不是差不多吗？这我。不，今天大家也别个推个，假使我娘不着急杀他，5多大家的问题，那还解决呢？那么玲玲啊，哎，你嘛叫上谁要掉？做长辈嘛要有长辈的样子，是吧？假使你都娘个不着急杀他，我们谁要掉这样了单杠了说不定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弄我帮了单杠了，那哈，说他呀。玲玲啊，哎，我们好不当还要表个态子。看看，假使至杀他。好不容今晚有河铺里向府中菜，脑中支火把来和那个风水火。没哈，那么黑爸爸，假使急杀他，你群众网的问题，那还解决呢？老爷，别个台湾阿那的哇，不着急杀他，生意这些要我生狗摊，他们说客气的啊。啥气呢？哦哟，一份大通这个你不记得嘞。我认为呀，怎么没好啊？是了，长水干妇女，我落地来这个灵魂，我只干。老爷呀，你放心呀，你觉得嘞？上周子东北办那个等我讲起个，说现在么菜鸡高低头，你们以前开过2天上开。现在车库里向养这个不着急么过到不3年，下来为要增高数量，不是呀，也比说不落后嘞。哦，真的？哎，我牛小也什么来这杀死我了？根本没哈，爸爸别个台，叫司机杀他群走吧，吃谁啊？谁呀？那个句闲话，玲玲立起身来，到隔壁房间里向，扶刀片刻，拎出来不着急么地浪向一动，那5的大哥，这样的啥拉心吧？哎呦，已经杀他了。那个睡觉太快了，我个都没安歇的家。事情当手没法跟我娘，但是鸡头紧张我杀鸡，谁是也本到大家一个干嘞？我一扎东西。头一，我工作内走心解决，相亲眼睛三妹，这个名利对于恶理解，不惜等日神界的解决是深夜大戏。去肯定予以节目说不定眼里不起离人皮，等着在胸外里皮，内面风波一再一时，谁亏后续谁解决，不惜挣扎也上西天。来杀女娘，沈大兵么风声采集喊上线，我在把金汤，我在雨里追，我在放冰箱，我在来白衣，我包子是上台面，真身下台不服役。谢谢大家支持我的工作。黑爸爸，我来帮你改2张，都改。都比个谁要得悄悄懂在这里哟！哈哈哈！玲玲啊，你来再看，并做娘结婚，老岳啊，按照那种别个玩，这个没用过，可现在嘛都没一份晓得。那么你个脾气我为什么过？你今朝杀，你明朝也还样过。你这样嘛，我再杀，可是你养得快，还是我杀得快。哈，小娘啊，你来三个，将来还有将来，我负责干。那么这个，爸爸我这次给睡不着，镇定军中往出些，不过
你拨我段辰光哦，不是说今朝刚出山，明朝随海管理都办，房租分得起了。李伯爸，有那个句闲话，我先定心在。来，大快别客气，给2只上先。还有个三娘风风火火，办公室里向辣浪发鸡，搿大妹蒙阿文做的。玲玲的娘姓沈，沈大妹今年54岁，再年丈夫没作业，工伤。辛辛苦苦拿个囡偷到培养在大学毕业嘛，真正不容易。母女两家头相依为命，感情一向美好。但是再近于地，家做什么呢？谁是为之不着急？那么往日呢，大妹总归是来规矩，一进来在车库里结果不行，今朝眼眼的分歧，做什么？因为屋里来自个啥卡啥人？是大妹从小一道长大的辣妹子叫辣妹花。还是了相遇小区哦，这像是3年2对嘛，大妹屋里来做啥？做媒人呗，大妹啊，辣妹啊，上周叫上我个阿婶玲玲一起看过家。哪个阿婶啊？别看噻啊！我先看见这片子。那看美国走来讲，虽然了美国做预测工的，海我还是个海归，搿对你说懂得啥子才知道啥？懂得都有啥用家？还有，你也不看看你这面孔，简直是一副明星的假相文。明星啊，像哪里干？牙齿拔出像冯小刚，搿有个秃头杀了光，下巴踩出像日本山，身高3个半上岗，看上头面这片挂了门上，但还比小个，看来也不敢进来管。大妹啊，你唱起步嘛，真个多开啊！晓得，搿么你通我帮玲玲叫他对上，我不是忙讲。叫一件起来，搿弄不懂呗。叫日子个地盘有哪一家不成功？搿么辣妹呀，你不能老了来里随时菜个呀，总要天天改管。是了，你不人不讲，谁讲第一个叫咱一个节税？节税还管？有学问有地位，你都玲玲大学生，整个节税不是蛮配吗？配地少强离婚的呀，还是你玲玲黄花大闺女生个离婚的呀？哪不能想得出？哎呀，搿么离婚个边嘛，后来搿个医生不是蛮好吗？医生倒是蛮好。所谓地位蛮高，收入稳定，一家门健康还有保障。是喂，假使成功是下来医院里向看毛病用不到保单管，不是蛮好吗？海底少强，死他高支部个呀！哎呀，死他高支么清爽呀，那谁不懂个呢？哟，有个种人家不是后遗症。搿医生我讲为呀，哎呀，自认为自家练不起来，有个儿子干，我要提点钱了喂，啥介绍？结了婚不好再养的，是啥名堂我真的？搿么懂的呀，你是个呀，一人我们条件不好点个经济上面愿意看改，搿么你要条件好嘛，年龄上婚姻履历上只能稍微这样一点的嘛。你到玲玲不晓得，今年33岁呀，不能再对过着。你别来冲我心惊这样，30岁，听得来头皮也发麻个。哎，讲到该桩事体，我也有责。谁是对个我有土根？当初辰光提出来顶上个娃娃亲，不是搿桩事体嘛？哪会对过等于玲玲1年？一来着，你们一来让有对个我有土根着喂？好哟，搿首首你都两个人家兄弟也很傻瓜。你们死他高起步，你们头人来这故事相互这个，你帮土根打衣裳，土根对你要很高，一直帮你做地理生活，你忘记噻？农忙的辰光自家地理向搿搭总归再有一个水湾。搿辰光村上人是中档子，你到两家头一插上冰铺嘞。去，别瞎说话是啊！我虽是顶破把人家到后头指点出噻，所以我一进来注意分寸的。啊是啦，我是才晓得了哩。哦，土根对你是一向好改。那么真假搿辰光封建思想嘛，大家不过呀。我不是想出再改个就是命，过上嘛做这个点年数眼不？是呀。那么有时候来你提出来改，是你个儿子栋梁等我9000，哎呀，顶这个娃娃亲吧。那么我想大家唔说，等你夫妻走不成功嘛，谁做亲家吧？没看吧？搿辰光为亲自村老人像模样呀来吃订婚醉了喂。我哪会不记得呢？搿玲玲搿辰光是采石部栋梁特别体喂。哎呀，两个小囡是作业喂，自家不弄清爽哪桩事体来。哎，你到搿来么叫一厢情愿。可是父母之命，每只主意一向通改。我哪想得到后头那个事体出边了？不是啥事了。栋梁个三出来不良心，后头来开仓子、发财子、毛别墅子，哦哟，那是眼睛生在头背骨上，看不起你玲玲。喏，你讲个中央文算不良心着喂？你忘记噻？你到玲玲大学毕业，各位蹲在屋里向不合适个工作，栋梁不就是让你到厂里向去实习干？切！一张几片地，地契我一般去，厂里去实习。
两个队分得一脚踢出来，再晓得这个为不如一起。哎呦，倒霉呀！围队出来没有道理个呀！搿辰光东梁厂里有个做规矩个叫明明。哦哟，搿个女人是结棍个，随时里外抢得东梁不收拾。后来做过头侬一家玲玲努力踢出来个，葛么土根不是来办赛个，侬是2万的到那门浪向来收玲玲2个的工资个。2万洋钿不得来在，分看这些铜钿是啦，搿是硬气概，一分啊分一，统统回到里面看。那么随时干，晓得脾气特大，土根对内里向去养鸡哦，我财看下来，那车库里向养个2只鸡，门口搿点鸡屎，不在这里打来杀脱个，切，都是要理了做。我这里总归有个接了海在，一啥事总归搞不脱个在。那么对门相邻，地头夫妻带队去也改高了，哎，后山来买哈，房子超钱，搿么我想杨木烧，得里油烧烧吧。是。啥人想得到后山来磨酒子个辰光，会得也是对门相邻呀，真的英文不塞。哎呀，同妹，搿来吃啥了？搿来么谁叫欢喜有高？你都2个人家么总归谁是有分不开在，晓得？好在，我还去上班在，我来再来寻的。哎，他那个事体报了新郎讲。有什么在？啊，这个我先去外头热热，家里多拍点照片。拍点照片啥的？包地摊毛东地玩，中国门人周末好吃了。写出来这个，娘里最么大妹的也准备上班在。哎，那妹谁家谁么后家又来一个？啥人？大妹个欢喜有高，要土根今年60岁。拆迁房子分了2套，一套自家住，还有一套周同地帮儿子张水别墅。因为再过1个月，东梁就要结婚办喜事了。请求朋友天子才发到，谁是大妹个账送还是不送？搿不送吧，理路上讲不过去。东年兄妹相称，还是现在办喜事里的请帖不送啊？搿么送吧，也怕大妹坚持。如果送这个过节，大妹心里有口气，再加上玲玲30岁，到现在还不男朋友呢，出神经的。做相知再三，还是要送。不过交接上高也要有个上事，说阳台上向投资2块海鱼，你顶欢喜吃我一个海货。今朝硬硬头皮上门送请帖。我是啥人家？老妹子是奴呀，头根。哟，说到才谁的？你哪会来个家？眼睛过来门拉开。哎呀，我当上人阿狗是吧？老妹子，侬轮子的很，晓得你欢喜个，你上看呢。看见2块海鱼，心里会得热咚咚的一来。想到兄弟祷告穷祷告苦，可是非在过，离异的海货1斤350吃的。那后头来呢，点钱还在海鱼带去毛的了。夫妻那半夜离异出来的了，会得有一个特别的香味。所以看见2块海鱼，带蛮靠我带这个来。哎呀，阿哥啊，这个你啊，这个快起得来，会对得来了这个。小张呢，来，进来坐呢。啊，哎，晚饭上完了。哎，马上要烧这呀。哎，我有我得想到噻。我前两天嫂子的馒头干呢，哎呀，弄点上来了。哎呦呦，老妹子，哪个馒头干么侬顶欢喜噻？晓得。我晓得上家也不是弄的该。来，我帮你拍手。不，侬还要去上班了呀？啊，侬今朝来么还有桩事体了？啥事体家？是我们孙伯伯搿张大红请帖送到你门前。大再带水里一看，哦，东梁爷结婚在意料之中。但是夫妻呢，看见搿张请帖，再想到自家囡恩个心里向挖牢不出，眼发那么一瞪鼻子。哎呀，恭喜！要来个，恭喜，一来过。阿哥啊，还是你太来高不啊？还是一做媒帮你寻家？老妹子啊，侬搿点年纪么太啥个老靠谱，侬太幸福，你直接欢迎。哦哟，等你心情开心呀，没好事体。哦哟，总算办喜事的，还给。老妹子啊，不我那说，等2么年纪不小子呀，搿是要挑30呀。侬一直菜里夸地个掐里个鼻子，一日到夜冷白头面温餐么不功夫呀。忙啥？我嘛是呀，一直身上这个头巾么浪拨得来，哪得今天么刚刚想着一辈子呢？哦哟，老妹子啊，不瞒你说，该道是大
过不去噻。哪了？明明都为里一噻。啊，鱼子。哎，一噻。啊，我这个来看那啥对面面孔写的八个来最像后台这个。老妹子啊，紧张。亲戚送上门，我指着口袋把下身，你莫到东梁来山大，当你八步来扎营，没有东梁有风声。正气凛凛大热身，那个两句我们是吃熟了那个气眼眼的道上，可是道上是不仅多儿子个，很多儿子教育出岁的来开车到老板改动的，道上得里打工的资格啊，不该。有一只伙计呀，晓得闲话讲出我来当心的，身家要领操你百几心。我不惧富贵来经营，这把家后费事心。东梁山死于母亲扎万沟，认得你是爱他来背归心。豆妹阿姨三娘亲，婚姻只祝你单手，敬你三杯够大恩，终身细说母子心。这两句听了你到过你们单位失意的，哎，东梁上没有出息，那啥总归爱吃对子。啊，个话我想想，我咋有得苦了海？个四三娘33岁呀，一日都要昏天黑地，不晓得6日天是个对哦。老妹子呀，叫儿生是有，儿生福。婚姻大事有时深，玲玲是么想么好，更聪明，越来干么有本领。真为对我哈亲亲，等等玲玲来吃果，我娘就多动来当门。红白喜有5大人，莫批怕错，我再帮赢么大那日，我手指捉百里金，他们夫妻精神，我还赢最放心大天明，儿女生家把心思量，我们对门相邻3金人，与你东西东把小儿生人为你幸福乐天人开心，我越想越开心。你们越想越开心，倒霉越听越操心。男孙男儿子谁也结婚者，让他眼睛蒙着，岂可我能不杀500一撇来，能万元500了呀！你讲啥个？007高辰光我娘舅多大，他们太红白太喜仪，讲得像真个人啊！冲我眉头啊，气得嘞，面孔贴青。亲近我睡下来，红白来在都正还在，为他送给。是。不过2块海我托你到处去吧。医生讲给我血压太高，不能吃得太海干。刚买卡一些白面控制呀。我下饭在，不空被你吓脸。那是还在我说卡领子，他不跟500发我领子2块5回来了到门口嘛。老妹子啊，啥天？外遇上事体了。外遇上事体啊？刚刚你答应不那个码头哥。码头哥？
我要再说说嘞，我说门吧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是叫不能上边的，一得在里噻，他们根本没办法，回来你们家里玩手机。你谁家嘴？玲玲带走来着呀？谁玲玲子2只鸡打进门黑一啥？妈，倒霉好呀！好呀，这看见冷水里雪林大地里还2只鸡，3个护送里还跑进那个口浪的呀！哎呦，好个了，你小天，小天，鸡毛地上下一刀啊！妈，你先走去啊！十个啥10个多，把只鸡么杀脱菜，送脱6只，另2只你自家吃。啥个？一看没吃食，铁瓜里1只脚已经抖脱在，为一只后生子分细腿，为了地上牵了呀！没喊，那个四仙娘，你老实，我辛苦苦养子当半年呀，不能一些功夫，统统三没光。你说的这后才不当一声哈，你当我死人啊你！哦哟哟，闷得嘞，闷得那个啦，戳破心上面也烦着我。晓得娘也是做工呀，赶紧担子背说过来。哦哟妈，孩子呀，你别动气，那先吃杯茶吧。我别吃，我晓得个呀，你说起养鸡们，回来回去。为此也被我在地相亲新对象结婚啊！对了，相亲，二宝子10个地上手，你安去过？我问你安去过？哈？你是个神仙等我唱对对戏啊！现在你不弄我气上，你不肯手把狗血，你哇呀难了哇做啥？那今朝该打一拉通，一个啥拉通？沟通不对够了，我得给爹娘。哎，我这里我不是不能晒杀光的子，哎呀，我更不是呀！你一勾引，不应给，害得我们全在心病。你这村官水雾到林里，乡亲跟随还有家头，大义面前牺牲为，哪管我一面真相对，你有魄力有地位有对，有识有口碑，心中哪有我来你美？我为你把心惨碎，我为你是强一辈，乡亲面对还几位？你一改抗拒两岁退，就为了你亲妹妹与此事口之前轻称一句，不再为么是谁好爱人花花菜带头来，你也够口无语应对对，既然你是不听良言非得过，我以后被口口紧紧催，我一不弃心不飞，为求一世腐朽的么但是死在个环境，我心不改，故而我也一比来是一哎呦妈，孩子呀，别动气呀！妈，你先去吧，一死不能复生。哎呦，你结棍的！哎呦妈，两个人是我一头玩一天呀。真干，这种话上门家。哎呦，你别进来，隔2天你到外地出差，10头2日回走来，等你回走来嘛，我马上领你上门。是真干，千字一言，花木一笔。没哈，那么我随登满家上门。那么另一个嘛叫到底杀人，请听我打。